悠游卡公司今日推出新版本的悠游卡 Super 卡，只要把这卡片有伫咧家己的手机后壁，就会当欠钱入去，嘛无金额限制，而且可以当结合敬老卡、学生证加市民卡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手机就是你的加值机，哇 ！Super 卡 Super， 不愧是妈妈。悠游卡推出新的功能，即马只要把这张乌乌的 Super 卡悠游卡有伫手机后壁，就会当把钱嵌入去卡片内底。你买一张卡片就送你一个读卡机，我这样后卡没代机哦。好，而且那个读卡机是你专属的，哈，就在你的手机上。 手机内底 NFC 感应区无受到本人悠游卡的限制。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以后囡仔出门唔免揸伤济钱，以免危险，而且爸母嘛会当知影囡仔把钱开对倒位去。因为现在每个小朋友要上学的时候，就给他妈妈，今天零用钱给你50块，稍靠卡逼50块给你回去，不用靠牌的，在远端就可以这样。 Super 卡悠游卡今仔日开始卖，结合市民卡、学生证、敬老卡的功能，而且无受到加钱金额的限制。记者麦祥英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